咱来参加祈祷。弟兄弟，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搁一摆对阮的主的譬喻来参加学习。恳求你通过罗卜的嘴所讲的、所听的，会当利益伫阮的灵性。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个顶礼拜我有讲放荡主的大囝的代志吼，迄个大囝的代志，我有讲耶稣说迄个譬喻是针对遐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未了解上帝的听、上帝的恩典，互迄个因感觉无价值的人，因未晓遐耶稣说譬喻伫遐。今仔日即个16章的譬喻吼。是伊对伊的学生讲的。开始的时讲耶稣对伊的门徒讲，所以是对伊的学生讲，是对你甲我咱大家讲。总是你拄仔听何君读这个吼，你有感觉这个譬喻怪怪有无？你有感觉怪怪无？耶稣哪像伫教人要安怎做假笑？哈，你会安尼想无？咱较顶下再来讲这个譬喻吼。要讲以前，我先甲恁大概，我应该较早甲恁讲路加这个作者，这个福音书的作者，路加是医生，伊毋捌拄着耶稣，伊甲其他的3个迄个福音书的作者吼无共款。马太甲约翰拢捌甲耶稣生活过，马可毋捌拄着耶稣，毋过。马可有伫尾啊，伫住伫罗马的时，有甲彼得做伙。真侪学者讲，马可就是伫迄个时阵对彼得得到资料，写耶稣的代志。所以马太、马可甲约翰，因的资料拢不遮直接，路加无啦。路加拢是家己去采访、收集、整理，伊阁有时会家己放伊家己的意见落去。你若读路加福音传甲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伊的写法就是安尼。咱逐年的圣诞节拢咧读吼，路加第1章甲第2章，耶稣出世以前的代志哦，玛利亚安怎天使来找伊。干那路加有写尔，咱有证据会当相信讲路加一定有去采访玛利亚。耶稣12岁上圣殿，因爸母找无伊，迄个代志嘛，干那路加知尔。即落物件是路加有哪去找出来？佫一项，路加的内底，路加的册内底吼，足侪譬喻吼，干那路加有。其他的迄落福音书拢无。顶礼拜咱讲的放荡主的譬喻，别个福音书无。佫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真出名，别个福音书嘛无。戆的财主，吼，伊设成大修行，伊讲我对即马去会使享受啊！上帝讲，因为我要调你的灵魂，迄个故事。甲今仔日咱读，伊其他还佫有啦。今仔日咱读这个譬喻嘛是相款，真现代的代志。这毋是这个的歪歌之传吼的代志吼，毋是咱这个时代才有，永摆也都有啊，耶稣的时代都有啊，佫较早嘛有。一个人，伊晓袂清楚，伊知影头家要甲死头路。吼伊讲我吼，若死头路，我真爱即句话，讲举低头面无力，做乞丐物件见笑。我常常咧想讲，阮做牧师的，就是真正举低头无力，佮做乞丐行见笑。我若半点无头路，这真正真费气的代志呢。毋过我想想吼，咱台湾咧，敢若这拢敢若会晓读册吼，咱逐个拢差不多呢。咱头路若无去哦，真正是举低头无力，做乞丐行见笑。毋
毋过吼，伊真巧哦，伊真巧，伊吼慷慨别人的财产啦，将所有的债务拢减，慷慨别人财产。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即款慷慨别人的吼，或者什么啊？毋是啦，迄落别人的桌顶硬肉饲大家，你捌听吼？别人的桌顶硬肉饲大家，因兜拢毋甘互因大家食肉，去别人的兜啊，直硬肉饲大家。因为即款的耶稣讲啊，第八节耶稣讲，主人学了即个关系呢，学了安那？学了讲伊真贤变巧。我今仔日题目叫做不义的关系。不义的关系是巴克利的翻译，新的圣经的翻译叫做贤变巧的关系。贤变巧的关系，嘛是有学了的意思呢。贤变巧的关系，但这是耶稣讲的譬如啦。这个咱今仔日读13节哦，会当分做2部分啦。头一部分是对第1节到第8节，耶稣讲的这个。第9节开始到第13节吼，我要甲恁讲真好等咧。我毋是无信圣经，我先甲恁讲，毋是无信圣经。我有证据。我会记我甲恁讲耶稣的譬如吼，伊无讲真明，所以阮遮做牧师的吼，真侪空间通发展。所以我今仔日要发展迄个空间互恁听。啊，咱来大成对第9节看到13节。我开始的时要讲哦，这第9节到13节毋是耶稣讲的。第9节有写讲耶稣继续讲，迄种剩的下骹拢路加讲的。我确定会贴证互恁看。我有 PowerPoint 较好看，PowerPoint 较好看。吼，咱我真简单来过吼。伊讲耶稣佫继续讲，我甲恁讲，着用不义的钱财为家己去结交朋友。安尼钱财若无去的时，因会接纳恁入去永远徛起的所在。即节圣经吼，即节吼，路加伫讲的，都是迄个关系做的代志，敢毋是？都是迄个关系做的代志嘛。耶稣敢有需要伫遮佫 repeat？我讲这吼，我有去看真侪注解，我准备的时阵，有真侪吼，大概这是圣经内底，因拢毋敢质问啦。我较好当啦，我确定甲恁讲安怎，因安怎写呢？因写这个路加，这个第9节到13节啦，路加直直用一字叫做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这个关系所显露的钱财是不义的钱财，无毋对。毋过伊伫讲不义的钱财是有时啊吼，钱财无一定拢不义呢。有诶，我去趁来，我真正合法趁来，迄毋是不义的钱财。毋过伊直直讲不义的钱财，我伫准备讲道的时，定定互即句不义的钱财伫遐刻伫遐，我毋知要安怎。伊讲着用不义的钱财。家己结交朋友，我敢袂当用正当的钱财去结交朋友？敢就一定不义的钱财，对不对？啊，佫讲钱财若无去的是因会接纳恁入去住伫永远的说，有一个牧师写讲哦，这些人是朋友，朋友是复数的。毋过伊讲哦，显然这是咧讲上帝，因为安怎呢？会当互咱去住永远徛起的所在，敢若上帝呢？定？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即个头壳我袂想，我就想讲，若安尼，我就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啊，用这钱财来献互上帝，啊，上帝尾下就互我入去天堂，就是安尼。所以我使来偷摕钱来献金嘛，安尼算啊？我真歹势吼，这真正我真正安尼想啦，我真正安尼想，当然毋是安尼啦。伫遮路加伫讲的是迄个关系做的代志，迄个关系做的。啊，第10节，
对真细项的代志重视的人，对大项代志嘛会重视；对细项代志袂老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即句话耶稣讲的无毋对。伫马太福音段第25章21节到23节，耶稣讲2摆。这是耶稣举一个譬如，主人要出外，有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恁知影迄个故事无？迄个领5000甲2000的去做生意，趁钱转来交互主人。第21节到23节，主人讲，摕着讲好，佮尽忠的奴仆，恁伫细的代志尽忠，即晚起我要互恁管大的代志，就是对遐来啦。路加这3、4节的中间，用足济马太福音的物件，用足济马太福音的物件。老实讲，这节圣经放伫遮吼，你对甲这个譬如前后的关系讲起来，老实讲无啥物关系，敢毋是？这是我的感觉，恁毋知哪感觉？我感觉只伫遮。过去第11节甲12节吼，第11节甲12节，所以恁对不义的钱财，又搁不义的钱财，若无老实，啥人要将真正的财宝交互恁？我读到即节的头前，就是对不义的钱财是要安怎老实的？你对不义的钱财是要安怎老实？不义的钱财就是不义的钱财啊嘛。过去我若对不义的钱财老实的时，人就要将真正的财宝交互我。这是在讲啥的？我真正读无呢。我毋知你感觉安怎？我有看注解，注解讲啥呢？注解讲不义的钱财是咧讲，所有世间的钱吼，拢是暂时得的，这有影，这有影。有一日咱的钱会拢无去，这嘛有影。所以吼。对这会无去的钱吼，你若老实的时候，上帝上尾也会将真正的财宝、真正的财宝，就是永远落的意思啦，就是永远落要交互你。这个解说交会通，讲会通啦。毋过我感觉不遮勉强，老实讲不遮勉强啦。过来，恁对别人的物若无老实，啥人要将恁的物互恁？别人的物，什么是别人的物？伫遮嘛是各用钱啦。咱所有的物件拢对上帝来，所以一世间咱所有的物件拢是上帝的物件，迄是别人的物啦。咱若对别人的物，上帝交代咱的人老实吼，上帝要将咱的物互咱的物就是。咱死后会当去天堂，上帝要互咱永远活。这是注解的解说。因为我伫遮要讲的吼，我毋是要甲路加闹过，我是要甲恁讲哦，路加伫遮吼，伊家己对这个譬如吼，我那无啥啥，毋知要安怎解说。伊将耶稣所有关系钱财的迄个假释吼。拢差不多个一句话来，拢伫即个所在。上尾第13节吼，无一个仆人会当服侍2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即个听迄个，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当常时服侍上帝，佮服侍钱财。这是伊即个譬如规个结论。即节圣经吼，恁有看？路加16章13节，我后壁一个挂号吼，马太6章24节，马太6章24节讲的，甲即节完全同款。你敢知影咱今仔日所读的启应文吼，都是马太6章25节甲31节。所以马太将即节放伫咱今仔日读的即个启应文，咱逐个定定读即个启应文的头前。意思是讲，咱着信靠上帝，将所有的交代上帝知影你的欠缺。咱拄仔读的真趣味啦！马太放伫迄个咱今仔日读的迄个
启应文的头前，上头前，儒家甲摕来放伫遮。所以我拄仔甲恁讲，儒家吼，家己拢伊有做编辑的工作啦，伊有做编，伊摕到迄资料了后，伊真正有去编。伊吼，搁一项我搁落迄个 PowerPoint， 马太6章25到31就是咱今仔日的启应文。儒家完全共款，甲马太写的完全共款，第12章22到31节完全共款。伫迄个时代吼，无啥物，即马人我毋是咧甲恁讲儒家拢甲人抄的。伫迄个时阵，真正是无啥物资料啦，敢若会当安尼若定。所以，咱会当断定讲吼，儒家参考真侪马太的物件，伊写伫即个所在。所以我伫遮，我拄吼。儒家吼，我的感想是，儒家对即个譬如吼，伊嘛毋知影要安怎解说较好。若将耶稣迄个譬如从到第8节从甲藏咧吼，后壁的人一定毋知影要讲啥。伊老实讲，伊对到第9节到13节，老实讲嘛无帮助咱加偌济啦。但咱来看第2部分，我倒转来看。是第1节到第8节，第一节到第7节，我无啥物通讲。耶稣讲这个譬如迄个故事，就是安尼。第8节，对我来看吼，第8节，我感觉是耶稣本身对这个譬如的解说。耶稣本身对这个譬如的解说，伊讲主人保将这个无老实的管家做了真巧。因为属世间的人处理这世间的处理世事，比属光明的人较有变巧。我感觉耶稣要讲的是伫遮。耶稣无学了迄个管家将因头家会笑安尼学爸母，耶稣无，耶稣学了伊处理代志，伊的聪明，伊的智慧，佮伊的行动，为着伊家己的将来，伊真熬拍算。例如这咱拢爱学呢，这咱拢爱学呢。为着要较简单吼，我属世间的人，甲属光明的人，我用较简单的啦。属世间的人，咱来讲罪人啦，好无？罪人就好啦吼。属光明的人圣道啦，咱这信耶稣啦，咱信属光明的人是圣道，对圣道甲罪人啦，哦。耶稣讲，因为罪人处理世事比圣道更较有变巧。耶稣要讲就是安尼啦。总是吼，我知影，恁也嘛知影，咱无法度人将人分讲，这是圣道，这拢是罪人，无可能安尼分啦。圣道甲罪人哦，你我内底拢有呢，啊毋是？你我内底拢有。我用我家己的例啦，真闹开，毋过这我相信恁听较有。我细汉的时真费累，我常常讲白贼电，啥物出头都不个。若去阮爸咧，阮妈掠着，我就该死。来就问有做无？我免讲嘛讲无，拢开始拢嘛讲无，就互伊问吼，问到尾也无法度骨骹说出来哦，乖乖就爱承认哦。例如，咱的内面有罪人，嘛有圣道。毋过咱的罪人哦，普通拢比圣道较活动，你知影无？较活动。你毋知捌啦毋捌？我承认我捌啦，我袂甲恁讲啥物代志啦。我捌知影，我明明知影，我讲毋对话，做毋对代志。为着民主吼，我就
死硬的嘴巴，我都唔承，我都唔承认啦。我唔承，为着唔承认吼，我爱用足济头壳去想看有啥物理由通暗藏这样代志。恁捌做这个代志无？这是耶稣咧讲的啦。我嘛知影，我若甲人承认会实咧，就代志就过啊。毋过为着我的罪性吼，我有时啊用白叉要来看我的代志，都安尼都爱想空想芳。耶稣伫讲的是在讲这啦，邪恶的势力吼，敢若拢比光明的人较 active。咱常常咧做这个代志，咱的世界嘛是安尼呢，咱的世界嘛是安尼呢。我到知影代志的时候，我捌经过汉战，迄阵我还阁细汉，二次世界大战我都出事啊。汉战捌经过，迄阵还阁无啥知影代志。越战我已经伫读大学啊，什物啊，去中东的战争，我拢你捌看？你伫战争的中间哦，越战，美国甲越南离外远。你想讲将遐美军对美国本土送来到越南，了后的补给品，因伫越南战争，你毋捌听讲因无饭通食呢？因逐年的 Thanksgiving 佫拢食火鸡呢？火鸡对倒来，伊也有当买啦，嘛是爱补给，敢毋是？你为着战争。咱用偌尼济的资源，用偌尼济的，迄毋是凊彩会当发生呢？要安排遐补给品去到迄个所在，佮战争有诶无？迄爱需要偌济人工啊，偌济人的头壳才做会出来代志。你有看咱人类用偌济精神、偌济气力、偌济财物？伫遐做战争的代志，破病啦，饥荒的代志啦，用偌济钱，你甲比起来，真通惊敢毋是？你若读耶稣的教示，你会发现伊不是咧甲咱警告讲，罪是非常厉害的代志，罪是非常厉害的代志。伊知影罪的威力偌大，伊嘛知影咱拢偌软正。彼得讲吼，耶稣常常伫讲撒旦的代志。阮做牧师常常较少伫讲魔鬼甲撒旦的代志。耶稣常常伫讲呢，彼得讲哦，撒旦亲像好狮，四界行，要掠会当掠的人。你甲我呢？耶稣知影咱有这个倾向，所以教示咱，就开刻亲像蛇。顺良亲像钱啊，开刻吼，迄是巴克利翻译。我念经过时就念安尼。即马翻了较文哦，讲都爱灵巧亲像蛇，灵巧亲像蛇，顺良亲像粉鸟啊。安尼吼，耶稣的意思是吼，咱要度无世间的代志，所用的气力吼。甲咱伫度无上帝国的代志所用的几来，伫遐得甲咱提醒啦，得甲咱提醒，因为咱较常拢用足济精神去度无世间的代志，袂记得爱度无上帝国的代志。我想起一个故事吼，是一个
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William Booth 哦，伊伫英国伦敦伫开始救世军的事工的时，伊拢伫迄个下街站、伫酒吧啦，迄个内底真下街贫民窟的内底伫传道理。伊发现着讲哦，遮个人，迄个时代，遮个人拢无啥物受教育，要教因唱迄个英国教会的圣诗哦，差不多无可能啦。迄调嘛无可能，因也拢袂晓。所以伊足聪明的，伊将去酒家去听遮个人伫唱的歌，伊将迄个调甲摕起来甲藏圣经的话落内底。因做礼拜的时，就是唱这，换一句话来讲，用流行歌做圣诗啦。这摕来咱今仔日长老教会、台湾长老教会可能嘛挡袂掉啦。迄个时阵，英国的教会真甲公正，不伦不类。你是咧创啥？你用安尼？William Booth 讲一句话，伊讲是安怎敢若魔鬼会当用这个调？咱袂使，是安那敢若魔鬼会当用这条？这有影呢，有影呢。这是耶稣所看见的，伊用这个譬喻得救生人。伊毋那提醒咱讲世间真侪迄个真有技巧的罪人伊原来爱咱，毋通做一个贫惰的圣徒啦，毋通做一个贫惰的圣徒。我相信你一定捌听一句话，讲要互恶势力较赢第一个方法就是好人拢莫做代志，安尼就好啊。因为技巧的罪人，甲贫惰的圣徒。Jimmy Carter，伊做总统了，伊写真侪本册，伊中间写一本叫做《Why Not the Best》。伊咧讲伊的基督徒生活，伊内底讲一个故事，足有意思，嘛真有勇气。伊安尼讲，伊讲伊还未做州长的时，伊还未入去政治的时候，伊伫教会真拍拼啦，伊是教会长老。伊讲因教会若有报道会还是培灵会时伊拢会敲电话去互一个朋友请因来。有个人会来，有人袂来。伊拢有请。伊讲伊种去，伊拢敲15个至20个。逐摆若有教会有灵修会，伊拢请敲15个至20个。伊感觉伊已经做了袂歹啊。恁教会若有一个人安尼，我嘛感觉讲做了袂歹啊。伊嘛感觉我I am OK， 我接到到。伊讲伊开始去竞选州长的时候，伊一日出去去找偌济人，去拄偌济人。伊讲伊换倒转来想讲我敲15摆电话，我就感觉我袂甲那歹，我是真好的基督徒。为着我家己的选举我安尼出去安尼，因为这个故事这是耶稣要甲咱讲的，这是耶稣要甲咱讲的。咱佫倒转来看第90、93，我拄仔讲的，我甲恁讲，我毋是要甲路加老鬼，我毋是。你若注意读路加遐话，写了真乱有影啦。总是伊摕遐话，拢是耶稣捌讲的鬼话。大半拢对马太福音来，遐拢是伫勉励人毋通放松，敢是？拢勉励人毋通贫惰，敢是？耶稣爱咱第一伫咱的信仰，第一伫咱做上帝囝儿应该有的责任。伊爱咱咱住伫这个世间，无可能讲无度无世间的代志，总是耶稣爱咱至少咱度无世间的代志所用的气力，
甲脑力、甲时间，甲用伫为着上帝国所做的事工所计划，逐项，若无超过，至少嘛差不多就好了。我坦白甲恁讲哦，我准备这个道理，特别安怎结论，我想足久诶。昨早起哦，伫遐 internet 拄啊洗诶时哦，我去看 internet 内底关系即站圣经诶讲道，我看到一个题目足好诶。迄个讲道真长，我还袂读，不过迄个题目足好诶。耶稣即个譬喻会用伊伫倒位，你知？请你创迄个 PowerPoint 上尾一张。哦，是个我拄啊袂瘾甲恁讲即个是真趣味的故事。这是我到第八节我拄开始要讲的时候，我袂记讲，要讲世间人用伫迄落用的。我讲不要紧啦吼，会伤长无？这是伫跋筊，这是一个牧师写的，这个牧师写的，叫做 Three Car Monte， 啊，搁一个名叫做 Spot the Lady。这是吼，咱伫台湾你可能捌看到，伊三支牌啊，都卡落来吼，啊，伊迄个一个主持的人伫安尼伫迄落吼。这个牧师讲，伊伫纽约的第5街咧行路的时候，看到一群人伫遐，伊我去看，伊看吼，你看迄一张是美金100块的，跋筊的吼，啊，规群人伫遐，就是咧跋这啦，啊，迄个规则真简单，伊插了吼，啊，你伫缀看，你想讲，迄只 Queen 伫倒位啊？你若缀着的是，伊赔你100块啦；你若缀100块，伊赔你100块；啊，你若缀唔着是100块伊的啦。啊，这个牧师吼，看到这个时候，伊讲伊徛在边仔看吼，看有遐久啊。啊，伊嘛无摕钱去缀啦。伊讲伊用伊的头壳讲，应该是迄支，拢唔对，拢唔对。伊讲这个人真正是足熟手的。迄三支牌啊，安尼伫你面前创互你看啊！伊讲伊个地拢毋对，啊尾啊，伊去研究即个代志哦。伊写讲哦，伊写讲，即个人哦，伫训练伫迄三支牌啊吼，伊用教会要牧师啊，若跋筊来讲哦，咱教会若准讲跋筊来讲，牧师就是伫做迄三支的啦吼。哦。我做牧师，我对圣经的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有像这个人遮厉害无？啊，搁一项伊讲哦，迄毋是规定人伫遐跋筊，你钱用遐尔济吼，迄徛伫边的人吼，有诶拢是保镖呢，无诶人来抢，有人来抢啊，对无？有诶是保镖哦，所以伊就讲吼。遐保镖可能就是教会长老甲执事啦，哦，徛踮遐顾牧师跋筊安尼啊，啊，过来，迄警察来掠咧，警察当时来毋知，因爱放线民出去外口，啊，去远个所在，警察若来，迄爱传消息转来，所以因会当收。啊，收毋是话收就收，收要安怎收？迄拢有 SOP 呢。伊讲伊看这是伊在想讲，这个 operation 若是教会的事吼，牧师、中级兄弟姊妹，咱大家拢得这个 operation， 这规个咱。我用这个做的是要甲我拄仔袂记讲，耶稣伫讲就是世间人用咧跋筊，因所用的精力甲迄个因的 teamwork 吼，因的团队吼，真正是咱爱学。耶稣伫讲的就是这啦，耶稣伫讲就是这啦。是咧，我拄仔袂记讲这样。即站我实在讲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想讲这站上精彩，我竟然袂记。不要紧，我有讲给恁听，这是耶稣啊！我拄好讲耶稣，我相信耶稣的目的就是第8节啦。再做人因
比咱较巧，比咱较巧。我拄仔讲的吼，我去看迄个英语的牧师，迄美国人的牧师的讲道，我去，迄个有一个牧师伊的讲道的题目吼，讲耶稣这是吼 a good lesson from a bad example。这个管家做的代志绝对唔对啦，绝对唔对。毋过耶稣就是遮厉害，对一个 bad example 会当互咱一个 good lesson。咱来先甲祈祷。基督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对耶稣这个真简单的譬喻，互阮搁再学习。阮伫世间感谢你，想使阮物质上的欠缺，逐项拢满足，互阮有气力，也有知识，通伫这个世间生活。总是阮常常为着世间的代志，袂记得阮是你的囝子。天父上帝，阮恳求你，通过这个譬喻，阮搁一摆受提醒，阮所有的物件对你来，阮爱对你负责任。愿阮成做一个好、搁忠实的管家。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